那我哋高雄县嘅少林国小有只好教嘅教室呢，本来是全部埋汰咧，有啲小朋友呢，还盲啲无特朋友当中嘅一个伤痛呢行出来，要承认一个新学期嘅开始，呢度唔本适应嚟嘅上学嘅路呢来团体少林国小最用心来准备专查，来接适应呢到甲县国小来上课。不过一路行呢，乃就看得到水灾过后损害到相当嘅景象，查行起来呢也系特别嘅空空轻轻，前头。总共只花1.2钟嘅時間，漳州的接生意呢，所有都接到了。漳州早晨6點鐘，天將噗噗地講，少年國小專查已經出發，上山去接學生嘅上課。弟弟來，車子來了。沒關係哦，那你們要照顧姐姐，要照顧弟弟，好嗎？當叫無見到面嘅同學始終向下，放棄嘅啲踩項交來交去。唔過有嘅小朋友實看唔到佢似好嘅朋友嘅，將做啲懵定腦袋，驚險減人嘅。王姐，因為他讓我哥爸爸姐去，他被淹掉了啦。你說怎樣？我王杰勇被淹掉了啦。那你跟他認識多久？認識很久，有時候我們會吵架，他會騎腳踏車啊，我會騎滑板車，然後他買東西的時候都來我家的檳榔廳買。冇睇朋友嘅上堂，踩項嘅小朋友差唔多出遊，肯定半梯水打下來嘅梯沙鼓，小朋友一唱啲嘅上馬街。8歲仔帶來上堂，一種交通大亂踢，路口內就可能到扶士馬架，小朋友嘅上課路一邊都行卡健行。西林村本土上埋踢一下。附近的交通也本破壞搶搶嘅，做啲看到一個路基已經去凹塌咧，看講下呢一片嘅景象，實在嘅十分嘅得人驚哦！一下路處十分嘅難行，故所踩愛天天嘅市長做得，少林國小派出嚟總行嘅巴士，愛在學生嘅下山去到甲縣國小上課，唔過接好所有嘅學生嘅到學校，愛時睇1點鐘嘅時間。規路巷空空轻轻，小朋友冇坐好就會跌倒。喺太路正好之前，校方決定安排學生嘅去啲學校附近，縮減上下課花嘅時間。本線上批定聲音嘅更加加強葡萄架掉嘅控壓，用設計行通聽數聲音嘅行出上通，迎接新嘅未來。下個新聞林建耀、齊飛玲高雄報道。